关系的茶园酒酱风吹个不停。下午时分，阳光照射茶园，一片翠绿。老板范刚海信手拈来，告诉我们来的正是时候。最好是现在采最好。假如你继续剪的话，最好是3点过后到5点茶最好。从小跟着父亲种茶，务农30多年，脚下的这方土地是他半生心血。一眼就能看出土壤传达的讯息。蚯蚓的排泄物，对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个茶园它土地还很有活性啊，它种的茶会比较漂亮。肥沃富足，直接展现在茶树上。细心照顾的金萱、翠玉、乌龙，常在比赛中拿到大奖。有人说你的茶有加香水，我说我加香水不用钱。骄傲说着自家茶香，范刚海多角化经营农场，锹形虫、独角仙数量庞大的犹如甲虫部队，还有珍藏的农具，都是最好的教学资源。就是龙骨水车，龙骨水车，对，像这个完整的很少。一屋子的历史保留农家生活缩影，细细品味茶香，茶农生活的苦味甘味尽在其中。这是什么茶？客家话要怎么说？亚黑马盖茶。亚黑马给茶，亚黑马给茶，亚黑马给茶。